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我行业做参考，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台湾，捌互郑成功管过，捌互满清人管过，捌互日本人管过。江山换人换，到甲日本时代，台北一间足出名的风月场所，就叫做江山楼。诗人的亚当无毋对，就是写台湾通史这个文学家，伊捌伫江山楼写一首7言律诗。我叫你听这首汉诗，见面讲：如此江山亦足雄，眼前群鹿涌南东。碧莲王气萧无尽，一代人才插铁骨。醉把酒杯看豪杰，独戏诗卷对秋风。灯笼尽有无穷感，万木萧萧落照中。是啦。连亚当用江山楼、江山这两字来表示，讲台湾嘛是一片江山，咱嘛有值得骄傲的所在。眼前群鹿，群是南群新，鹿是鹿港，涌南东。伫咧满清帝国东南边这边，咱原来家己真值得咱自高，因为天然的地理环境，别人无得较会当比拼。啊，毋过碧莲的王气消无尽，咱知影讲做王原来就爱有伊的天年，叫做王气。100年来，清廷介管，王气消磨将尽。过去虽然有真侪高人，但是一代人才插铁骨。感慨讲，过去建设台湾真侪出名的高人，如今转眼成功，台湾已经变做日本人咧介管咯。所以刷落去诗句，林亚堂第5句甲第6句嘛是对比。第5句讲醉把酒杯看豪杰，把就是把持。我啉酒醉，捧酒杯，看这片台湾江山换人，日本人咧介管，正是豪杰，是台湾人400万人的财杰。独戏诗卷对秋风，酒杯对诗卷，豪杰对秋风。我踮遮吟诗答对，我眼看秋风，我爬起来到江山楼顶，灯笼尽有无穷感，万木萧萧落照中。这个照就是目睭，就是讲秋风吹来。万木萧萧，萧条树叶凋零，拢入来到我的眼内。虽然讲江山楼是风月场所，但是我的心肝是稀微，我的心肝是唔愿甲感慨，因为台湾当咧互日本人介管，正是一款的豪杰啊。